大家好，我係 Hugo，今日要拆嘅係《植物大戰僵屍》卡。好啦，今次拆第七彈，啲人話好靚，唔係個盒係好靚。我開到啦，有一張嘢啫。哦，張介紹啫。嚟 SR 講真，唔係淨係 SR 嗰啲高級衛星。哇，好靚喎！今次呢AR， 哇，會唔會冇 GP 㗎又？我真係等唔切想要 GP 喎。SSR 上幾盒都冇中過 GP 卡。啱啱中咗張 SSR， 唔記得講。ZR 卡。SSR。SSR， SSR， SR， SSR， SSR， 我買 GP 啦，咁多盒都冇 GP 係 UR， 一張 GP 都冇。希望呢兩盒其中一盒會有啦。UR， SSR， 好鮮啊！SR 呢張幾靚，真的是沒了。唉 ，MR 後邊係一張地圖卡，唉，真係冇啦，有冇啊 ？SSR 完，哎呀，呢一盒咁快就冇。呢盒真係太快啦，完全冇啊！下一盒，到呢盒，唉，太難啦 ！GP 卡真係太難抽中啦，一盒根本抽唔中，抽咁多盒都抽唔中，每一個唔同嘅大佬買咗一盒。又有呢張嘢喎，
哇！我想要呢張 GP 啊！嚟開始查。哇！呢隻卡包都幾靚喎。AR， 哇！咁快 AR， 我好驚呢盒冇喎。SSR。SSR。UR。哇！真係好驚喎，希望出張 GP 俾我啦。成日都抽唔中 GP 喎。SSR。SSR。食人花，大嘴花叫做。奶油生菜 SR。哇！真係太冇運咯，咁耐都未抽中，運氣真係唔算太好，因為上次幾盒都抽唔中，今次又抽唔出中啊！SR。來吧，等陣我放錯地方。來吧，哎 ，SSR。OK，SSR。真係崩潰，咁耐都未抽得中。SSR。UR。WR。後邊嗰隻 SR， 剩翻幾包。哇 ！SSR 咁都抽唔中喎，咁耐，抽好多盒啦 SR， 根本抽唔中 GP 喎。唉 ，SSR 完。